家福基金会今日表示，在因服务的个案内面，有要到一半的家庭照顾者有病痛的困扰，要到2成的死细仔，就要负担照顾厝内面的人。对于还未大汉的囡仔来讲，这是真大负担。小文徛伫台顶，伊因为疾病，身体有淡薄仔气疾病，需要长期使用辅助的家私来矫正。妈妈甲伊拢有同款的疾病，这对单亲的家庭来讲是真大的负担。另一边嘛是单亲的阿豪，因为妈妈着病，阿豪需要担照顾的责任。那你要很早起床喽，很早起床，然后把妈妈的早点打理好，再去坐公车，然后呢坐了1个半小时到石冈去上学。那放学了呢？回家收拾一下东西，再去医院。家福基金会统计，因服务的1,000外的家庭内底，有46%的家庭照顾者有病痛的困扰，18%的家庭囡仔需要担照顾厝内人的工课。在疫情之下，状况是更加困难。经济困难，然后亲友资源或能力资源又缺乏，他们在因应风险、面临危机时，那个承受力就更大。家福基金会表示，今年因为疫情，募资的状况有较差，今年平去年是减4000万左右。明年的目标希望会使募资到7000万，甲环境困难的家庭斗相共。记者郭文章随台北报道。